陳鑑林議員，你就可以發言答辯，你有6分鐘56秒。主席，國務院喺今年8月公布成立上海自由貿易區試驗計劃之後呢，我喺10月份就親自走去睇睇。初時發覺上海自貿區呢，只不過係一個保稅區嘅變身而已。保稅區係換咗自貿區嘅牌子，不過呢個係表面嘅觀感。如果係深入嘅了解個中嘅情況呢，可能有唔同嘅認識。我同上海嘅一啲金融界嘅朋友係好詳細咁樣了解過。上海自貿區呢，將會有一套全新嘅金融貿易嘅法規，更加開放嘅經濟政策，會喺未來一段時間裏邊呢，係把上海嘅金融貿易係提升至一個新嘅水平，為未來同世界嘅經濟進一步接軌做好準備。我國經濟發展一日千里，香港應該係認識到呢一個轉變，思考點樣去喺呢一個發展嘅大趨勢底下參與其中，一齊進步。為配合內地新一輪嘅改革開放，我哋認為香港除咗要設法加強我哋嘅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嘅角色之外，亦都應該要同時呢，加強作為財富管理中心、融資中心、知識產權交易中心、現代物流中心、旅遊目的地同埋郵輪母港，以及泛珠江三角洲嘅商貿同金融中心嘅功能同埋產業。剛才蘇錦樑局長嘅回應呢，我都相信特區政府喺呢一方面呢，都會大力嘅去推動，特別係香港同泛珠三角嘅地區嗰個金融經貿嘅合作，而且呢 CEPA 已經係進入咗第10個嘅協議，往後可能仲要繼續深化 CEPA 嘅其他嘅工作。我亦都想回應一下其他同事呢，係對於呢一個議案嘅一啲講法。湯家驊議員開口埋口呢都講司法獨立、言論自由正係受到威脅。佢作為一位大嘅律師，理應要尊重並維護香港原有嘅法治制度，但係只係聽到佢經常扭曲呢個事實，無限上綱而已。梁家傑議員話民建聯反對郭家麒嘅修訂係貫徹迷思。我想講一講嘅就係將政治同經濟對立係唔係我哋嘅迷思呢？當然唔係。正如梁繼昌議員講嘅，政治同經濟呢係互為因果嘅。但係我哋喺一個純經濟嘅一個議題裏邊，無端端塞入政治嘅議題，俾人嘅感覺你係想以政治係領導經濟。大家都知道香港長期以嚟只能夠成功發展呢，純粹係以經濟發展為主導，而唔係以政治發展為主導嘅。梁家傑議員呢，其實係對政治可以超越一切、解決一切嘅一個迷信而已。近年嚟，香港經常被批評我哋嘅發展非常緩慢，比起鄰近嘅地區或者係新加坡、南韓都有望塵莫及。點解係咁嘅情況呢？好多人都作出好精闢嘅分析，就係因為香港係過度政治化，每一件事都必然要滲入一啲政治嘅因素。泛民主派喺今日呢個議案裏邊呢，我哋見唔到有乜嘢具體我哋覺得可行嘅一啲建議。相反嘅嚟講，幾位公民黨嘅議員除咗郭律師佢所提嘅
郭榮鏗議員呢所提嘅一啲內容之外呢，其他我唔見到係有啲乜嘢具體嘅建議出嚟，只不過係將我哋呢個議題呢係無限嘅扯到政治嘅議題上面。咁因此呢，亦都更加係說明郭家麒議員今日呢一個咁嘅修訂呢，佢嘅背後目的並唔係要維護香港嘅言論自由或者係其他嘅核心價值嘅問題，而係想藉此呢係誇大現時社會上嘅存在一啲問題呢，係嚟到攻擊特區政府而已。因此，我哋係會反對呢一個咁樣嘅修訂，而事實上呢，呢個修訂呢亦都係不被我哋嘅議會裏邊大家同事支持嘅。咁所以我好希望呢，各位同事同埋特區政府喺往後嘅呢段時間裏邊，隨住上海自貿區嘅成立，我哋更加要關注香港喺未來嘅發展裏邊，我哋要點樣做好我自己嘅工作。我希望泛民主派嘅同事可以放下爭拗，係真正嘅面對呢一個經濟嘅發展，做好多啲工作。多謝主席。我提醒議員，當有議員發言嘅時候呢，其他議員係應該保持肅靜。